至少华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我没动啊。碟仙，请问你是谁？快！你有权利继续留在人间，或者接受我的引诱。最后死了。正确来说，是你昨天死了，但你今天还活着。将死未死之人，终究难逃此劫。亮亮，鬼你吗？快不要我不会让那些鬼伤害你。都点贵哦，哼，我是扑到了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不要！到底在跟谁说话？就我们在拍戏啦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。那你眼皮为什么一直眨啊？这是因为那个灯太亮，我才知道。我好像遇到鬼了。最近就是看娜娜，她最近不是去国外读书吗？然后她的 YouTube 都会放一些她的影片，对，然后我会看一下，因为我很喜欢看就是别人生活方式。所以你有追踪她的 YouTube 吗？有，我订阅。现代的国民男神蔡凡熙，欢迎凡熙台上请。好，平衡感很好哈，现在刚退伍。有。蔡凡熙的呢是 POSH 系列的大三针的玫瑰金的表款。好。没有新的戏要拍吗？新的戏应该会有。通灵2不是，是戏还是电影？作品。哦，这样子。今年吗？还是今年？今年拍吗？可能是年底吧。年底拍片。对。台湾吗？海岛吗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我只接收到可能会有新的戏这样。OK。所以他这次单身到目前为止单身多久？这个算没有算应该有几个年吧。几个年？就最近就是看娜娜，她最近不是去国外读书吗？然后她的 YouTube 都会放一些她的影片，对，然后我会看一下，因为我很喜欢看就是别人生活方式。所以你有追踪她的 YouTube 吗？有，我订阅。那你们两个私下是不认识？就是在活动见过几次面了啦，但她应该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你们没有趁机跟她要一下联络方式？我不敢，她太红了。微博传个讯息给她，互相关注。没有啦，就可能偶尔她发现实动态会就是点个赞这样。那会邀她来看电影吗？应该有点难。